將印宣爺蘇升天神即刻彰顯。初接聞為見接爺心不見，及後西門彼得興了趕來霧裏面。霧門石棺開了，為乜要把屍搬遷？又話天使解悲宣，主勝過死亡入聖殿，城樓下過屍報，遺留萬世傳。及後出了升天，去賽生神有變，見父前回多馬，任佢把胸骨穿。又坐足與彼得，撒網於船右邊。暴雨後遭拆去，分與將身獻。原來神已將終年，救恩已成全。佢願流血拯救罪人，耶穌身奉獻。是誰為我解劫難？救主多溫暖，信心不變，只有他大能大愛劍。知世人夢